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29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今日开始，咱来关心本土疫情。咱国内昨昏新增加34个本土病例，甲93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本土病例内底，以家人的警察局小食店的群组感染，还有大潭电厂的群组感染上介严重。那台北市昨昏嘛有标出一间防疫旅馆的群组感染，有5个泰国移工即马改列做本土病例。因为即阵咱国内本土疫情阁举起来，指挥官陈时中已经宣布讲，挂水暗的防疫措施会延长到4月底。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炭烧，礼拜一增加34例本土病例，其中家人面点啊警察群组案增加12例，台东宜兰家族群组增加2例，新北树林某科技厂群组增加1例，中和作业馆群组增加2例，三中业务馆群组增加2例，桃园新竹大潭电厂群组增加11例。高雄化工厂群组增加2例，另外也阁有2例感染源犹太离清个案，包括一名60外岁新北中和陪病者，甲台东地上因为症状就医采检阳性者。基隆的这个传播因为牵涉到的地缘性稍微比较复杂，所以这是我们要积极的来控制。另外，防疫旅馆群组阁加一间，立意叔叔6例等5名泰国籍移工，今年3月入境了后，先后住伫北市某防疫旅馆，阁共1楼层。该隔离的时阵拢验出阳性CT值相对低，经过强调检判5个人是户，另外1名上早发病的同乡传染，所以将5个人全部改判是本土病例。累计为去年12月到今，有17间防疫旅馆31人检判伫旅馆感染，其中29例境外移入病例改判做本。监视器的画面是有发现说，这个移工的房门除了取餐跟丢垃圾之外那有蛮不寻常，就是说多次的这个开关房门的一个情形另外，上星期因定数发现家人检测面点群组的病毒基因序列是 BA.2.3，甲进前病毒序列拢无共，是国内第21条Omicron传播链，检判是越南境外移入。境外移入最相近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个案是从越南这边来的那也不是因为这个越南个案而直接导致这一起的这个传播，所以目前是比较倾向说还是跟越南或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源头比较有关系。最近国内本土疫情相关，验过做疫苗有完无好，到3月底大约有56.4万支疫苗到期将会销毁，包括波德纳甲 BNT 大约26万支 ，AD 大约30万支，但是中强调。疫苗甲药物监管有存，也唔通无够，既然过期都爱销毁，也阁有挂催暗等防疫措施，也将延长到4月底。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劳保局伫昨暗传出有一个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确诊，不过伊的工课未去接触到民众，所以民众免烦恼。目前工作环境已经先做消毒。我们那个区域有50来个人那个电话中心50来个。现在目前疫情中心有指派中心医院过来做那个 PCR 的那个筛检结果可能要到明天下午才知道。劳保局是表示，这个外包人员是感觉身体无爽快，转去做体检，昨确诊。办公场所有接触者差不多60个人，拢会专门做 PCR 采检。目前检验的结果也未出来。劳保局相关的电话服务会拜托别的部门来斗3工，未去影响民众办劳保的业务。在关心家人疫情继续在传，昨暗阁新传出警察局一个分局长，也阁有一个科长殷专勇，阁加薪的2例。加上昨昏有公布警察局内底2个查某会计，目前家人市的警察局计共有12个人确诊，而且这疫情嘛传到学校去，包括海洋大学、二信中学拢有确定病例。市政府嘛已经安排社区的体检站，嘛希望会当赶紧找出感染源。来到知名的家人庙口附近，经过面点到稳装伫附近的大楼，要毋过上楼一看，大门锁起来，早都无咧做生意。为经过面点开始炭烧的家人疫情，礼拜累积到39人着病，包括家人市警局礼拜阁有2名女性柜姐人员确诊，拢总有10人确诊。市警局已经加强清消，阁采取分流办公。24号呢，他们也有参加警察局的表扬参会。那他们的坐的一个位置呢，是在这个之前确诊案例的这个小队长的隔壁桌。2个严警违反我们警察的规定，然后外出饮酒，然后吃宵夜而染疫，
那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相当的遗憾跟痛心。其中2名警员违反规定出外啉酒着病对此，警政署长受气，也强调家人治安绝对袂有空窗期。市府立备也公布家人港、海山路、金河、面点仔等确诊卡者，加上离性高中各增加6人确诊，累计9人确诊，分属3个班，学校就安尼停课。市府也加强校区附近区域的清消工作。我们还是建议学生，他们尽量是避免外出。在整个包含匡列的学生，其实匡列学生10天大概是到4月4号，所以复课的时间就是在4月6号。3月28号全校停课1天，然后由明天3月29号开始到4月10号，全校进行线上教学。那其他的会依 CDC 的通知，按照防疫规定来办理。那离线中学停课，海大也因为有1名老师甲1名学生确诊，学校就安尼宣布，全校改用线顶课程，请学生线顶上课，唔通入去学校。海大因为要有2000名师生在校，市府已经派员进入，加开体检站，希望会当赶伫暗时转送体检员。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桃园的大潭电厂群聚感染，昨昏个新增加11例。那桃园的东势国小嘛有学生囡仔确诊，所以即马全学校爱停课停10天。另外，大潭电厂在移工上下班的交通车司机嘛去围着。桃园市府已经扩大采检，大潭电厂284人，东势国小430人，爱真紧来查出潜在感染者。另外，上新的确诊者卡列，包含加油站、新鲜市场这场所，也毋过毋拿桃园，这个互相烧的案件也拖到新竹县市。这位确诊者去过所在，拢会加强来消毒。新竹县新增加的确诊个案内底，包含移工宿舍的交通车司机，伊带到电厝内底人也拢围着。甚至住伫新竹市的查某囝甲查某孙拢验出确诊。桃园的大潭电厂互相烧的案件确诊一直逼出来，大部分的移工住伫新竹县新丰乡的员工宿舍，甚至一直住伫工业宿舍，互相烧话一直摊开。劳动部长柯明春讲，不应该以单一的事件来认定移工宿舍防疫有缺失。我们不能单以移工染疫就认为这可能是宿舍或群聚的问题哈。如果你说从我的宿舍的防疫指引的遵守，还有包括他的施打疫苗，其实它都是符合我们国家的相关规范。虽然柯明春强调，防疫拢符合规定，也不过台电是证实，一个台电的员工因为甲移工有工作上的接触，验出确诊。对着大潭电厂的员工全面来检查，施工单位全部做 PCR， 赶紧来检查，总共3400人。尽管政府的相关单位讲电厂运作未受到影响，厂区平常时拢有做好隔离，不过一件一个无细腻，互病毒会使侵入。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做伙关心天气。今日东北季风会减弱，温度会回升，水气嘛减少。也毋过早起北部、东北部同款湿湿冷冷。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东北季风减弱，后面离开，水气会大大减少。也毋过早起中部以北落雨机会同款有较悬。今日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5度3。日时是温度会大大回升，高温有25度至30度。若水气嘛减少，敢若剩基隆北海岸东部有低渐雨。明仔载温度会继续回升，日时会感觉较温暖，较小可热。下晡会开始会小可变天，而且有的所在会开始落低渐雨。嘛要提醒乡亲，春天的天气变化较紧，拜4、拜5就搁有另外一波方面的瓦紧，北台湾搁会转做湿湿冷冷的天气。拜6开始4天的清明连假，前2天中部以北温度会较低，春无15度。若北部、东半部嘛会落雨，南部嘛会有局部阵雨。拜2、29的日时啊，东北季风才会减弱，水汽才会变较少，规个雨势才会较浓细。以东北季风的影响呢，到了明天的白天开始，整体的风场会转成由东北风转成偏东风，所以这个环境的基本上是比较回暖的状况。那台湾附近的水汽也会略微的减少。气象中表示讲，后一波天气变化的时间会伫个这个后礼拜3到暗时啊，这卡到中部以北开始为较烧落会变做有雨的天气，而且这波的方面还佫有东北季风影响会较久。会为后礼拜4一直到礼拜日，而且伫个礼拜日了后，还佫有另外一波华南分雨会来报道。到时落雨的范围会为北部、东半部，会来分化到中部，还佫有北部、南部，会使讲是规台湾拢真明显拢会落雨。
礼拜3白天有一点回温之外，其他的天气大概都是凉凉的，大概低温呢都会地区大概都下看到15度，甚至在空旷地区就是有12到14度的机会，大概一直持续到礼拜天都是类似的环境，等于是说很有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种感觉。天气明表示讲，北部东半部较湿冷的天气，恐惊会刷咧到清明连假的前半段，就爱到后礼拜1、拜2，小年煞假期的后2天，东北季风车会豆豆啊减弱，到时阵会有一段回暖较稳定的好天气。记者综合报道。详细的消息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战争影响全世界，包括能源甲粮食拢会受影响。咱行政院23暗就表示，要延长降营业税、关税、货物税到6月底，包括小白啊、黄豆啊，也有番麦、牛肉这拢包括在内。民生在用厝内底用的天然气，也有加速6月底进程嘛拢未起价。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国际能源甲物资的价格一直起。行政院为了要稳定民生物价，减轻业者的营运负担，李贝暗宣布，国再延长调降营业税、关税、货物税到6月底。因应国际原油价格起价，今年2月初一调降油价，汽油1公升降2块，柴油1公升降1.5块，本来是到4月底，怎么延长到6月底？行政院讲，目前国内黄豆、小麦、番麦未来4个月到6个月所需要会员拢已经落单，中间无问题。为了要稳定国内物价，小麦机动调降关税，也有进口的黄豆、小麦、番麦免扣营业税，延长2个月到6月底。国际牛肉、肉蛋加烘焙用的牛磷粉价格也阁正悬，国内餐饮加烘焙业者起价压力正大，所以小麦、肉蛋、无水肉蛋、烘焙用的牛磷粉、牛肉这寡关税减半，同款拢延长到6月底。因为国际煤矿的价格也正悬，和阿蒙头的生产成本增加，为了要减轻营建成本的压力，阿蒙头货物税减半也延长到6月底。另外，民生用的天然气通增加数到6月底进前拢未起价。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殡葬管理处副处长王文秀防检机涉入物件采购案的内容，暗号特定的厂商去表达。台北地检署昨昏甲廉政署去敲殡葬处甲相关的人士因的徛家，嘛有约谈王文秀在内12个人，敢若王文秀是公务员，会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移送法办。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头一个争取消防人员权益办有形的消防员齐国尧，2014年的时候免职。伊是认为讲警察人事条例免职的规定，乃甲一般的公务人员无共、无公平，转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宪法法庭伫今仔日下晡会开庭，因为这件大法官解释案牵涉司法的天界权，所以司法院长、副院长爱回避。该由资深的大法官黄凤霞来做审判长。来关心联合报，咱台湾有可能会恢复一年的征兵制。虽然国防部讲也未定案，也毋过一寡大学生惊讲做兵会对4个月变做1冬，所以有考虑讲想要先休学，先去做兵。也毋过台南市的民政局是表示讲，目前政策也未确定，准讲确定嘛，阁爱公告，时间无遐紧。来关心新北市昨昏新增加6例，台北市有新增加3例。台北市长郭文铁即马就表示，这阵啊本土疫情阁压起来，论斤来算，即马有11条传播链，这代表讲咱台湾已经进入社区感染的坎站啊。环保局的人员来会伫确诊者行踪附近加强消毒，每一个所在拢做甲真详细。因为新北市增加6个确诊，其中甲家人相关的是暗号23023。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2男若后痛，27发烧，去互医生看采检阳性 ，CT 值16，也若暗号22944，是中和一个60多岁的女性，2男因为陪病去病院做采检 ，PCR 阳性 ，CT 值是33.7。发现她在3月21号到基隆市的爱士路跟5位朋友见面聊天，其中有一位就是今天公布的台北市的确诊个案23022。另外3重埔查某业务的确诊案，新增加一个确诊者，也就是暗号22947，是还未满5岁查某囡仔，嘛是暗号22839的亲人。也若甲树林科技厂相关的有增加一案，是22953，25期甲隔离采检阴性，27开始发烧，2届做采检转阳性。
也若甲中和确诊个案22598相关的，佫新增加2个人确诊，是暗号22945，甲暗号22946。一条发现这2个人住的所在，甲活动的行踪有未少定台的所在。22946跟22639都是住在同一栋大楼，有12户29人，那我们已经全部匡列，全部裁剪。另外，台北市新增加19例带病入境，甲3个本土病例，暗号22952是新北市本土个案22741的接触者，25出现症状，27采检阳性确诊。暗号23022是基隆市本土个案23023的接触者，123家扫哪后痛，28 PCR 采检阳性 CT 值15。暗号23024是桃园市大潭发电厂确诊案的接触者，27因公司叫伊转来做采检 PCR 阳性确诊。其实重点不是病例多少，而是它是属于几条传递链。那目前归纳起来呢，中央归纳起来，大概从昨天到今天，大概至少有11条的传播链。那这也很清楚地表示说，这个已经又重新开始出现社区感染。另外，在台北市有防疫旅馆5个带病入境的泰国籍移工解判是本土个案，相关的空调甲设备拢已经请专家来检查，这个楼层嘛全部拢做消毒。若是无改善完成，会要求暂时袂当收检疫的旅客入来住。也若解判是本土个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移工是坐共一班飞行机来台湾，研判可能伫机场就去画着，会进一步做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4亿8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14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27例，目前咱台湾计共22896例。中国的病例无包括香港，超过14万例；日本是超过641万例，韩国是超过12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000万例，法国是超过2500万例。另外来关心俄罗斯甲乌克兰第4轮的谈判，打算伫今仔日会举行。不过，有美国媒体即马是报讲，伫俄罗斯的大好家人阿布拉莫维奇，即个月初甲乌克兰在谈判时，那亲像是出现中毒的镜头，伊的目睭肿佮流皮，加在镜头无介严重，嘛无生命危险。被英国制裁的俄罗斯好野人阿布拉莫维奇中毒的镜头正轻，这嘛人已经好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讲，伊甲另外2位最近参加的乌克兰代表，是伫3月初3到初4去基辅参加非正式和平谈判了，出现敢若是化学中毒的镜头，目睭红佮肿，会痛佮一直流目屎，面甲手也流皮，尾也有较好，无生命危险。相关的消息已经和瓦军人士证实，并且讲这件代志并无影响阿布拉莫维奇出任务。目前还佫唔知影是谁人伫咧幕后主使，确定无人讲阿布拉莫维奇等人先来参加的会谈已经有作用，所落来谈判是由官方接手。华尔街日报讲，目前无法度确定因中毒的镜头是化学或者是生物剂，或者是某一种电子辐射攻击所造成。消息人士讲，真有可能是莫斯科的强硬派做的，要互谈判讲袂成。另外一种讲法是讲，下毒的剂量未有生命危险，敢若是要警告尔。根据调查性新闻媒体贝林克的报道，因3个人除了巧克力加水，并无食其他物件。迄当阵甲阿布拉莫维奇见面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无受影响。另外，俄罗斯目前正伫咧传一项草案，对无优先国家采取报复性签证手段，限制名单内面的民众入境5国。美国、英国甲欧盟国家拢已经被列入。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никакие угрозы, шантаж, ультиматумы не заставят нас отказаться о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另外，被围城的马利坡市长讲，即马只已经无法度带人啊，就要完全撤离。到即马5000位平民死亡，其中囡仔有210个。到27，马利坡一个17万人也未走。90派大楼主体损害，其中超过4成规个拢倒来，一个病学校也被破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结果是害着家己，因为俄罗斯受国际上的制裁影响经济，也毋过即马嘛害一寡爱心团体无捐款，强要做袂落去。即间伫莫斯科的重症儿童收容中心已经开始咧裁员，啊，若佫较害的是，医疗用品抑佫药啊，遮的嘛因为制裁关系开始咧欠货啊。俄罗斯的囡仔嘛成做一场战争的受害者。贝克阿嬷看到因十岁孙的手伫咧池啉水，伊的孙有脑性麻痹，住伫咧莫斯科这间重病儿童收容中心，就要靠医疗设备维持性命。不过，即马收容所资金、医疗用品拢真欠，阿嬷真担心。Это не столь важно. Важно, чтобы были расход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Нивла и для откашля, для аспиратора.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невозможно. Таблетки мы тоже таблетки французские. 这间收容中心收容上千位重病的囡仔，主要是靠捐款伫咧运作。不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受到欧美的经济制裁，当地经济受到影响，真侪企业个人家己拢顾袂来啊，就无搁再捐钱予收容中心。因若国际募款，也因为 FBIG 和政府封锁收袂到，估计到4月捐款只敢若剩一半，而且因的医疗耗材甲药品拢是对欧盟进口，若变贵，搁买无。 В связи с ситуацией, которая происходит уже около месяца, мы увидел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рост и скачок цен на закупаемые товары. 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то, что первое ощутили, это по аппаратуре, которая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по ортопедии. 若是医疗设备因为无耗材通花会出问题，因也因为欠资金已经开始裁员。执行长讲，可能过无偌久就会关起来。讲是一寡靠家己卫生的囡仔，就会变做战争的受害者。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本地就答应讲会予查甫学生转去学校上课，也毋过煞反起反倒。即马已经有几个妇女团体要发起示威的抗议。毋但安尼尔，塔利班佫规定讲，做出无理的要求，讲女性若是无查甫人陪，袂使坐飞机。 路透社报道，塔利班政权废除俘虏事务部了后，此代的款先订恶部，25声配合阿富汗各航空公司，表示未来女性袂用在无男性监护人陪伴的情况下，登上国内也是国际航班。而เรา在首都喀布尔机场已经有部分退票女性被拒绝袂使登机。塔利班去年8月接管阿富汗到即阵，因为女权人权的议论一直无得到国际正式的承认，经济制裁加援助来削减，互国家陷入人道危机。 不过，塔利班立场依然是真强硬，原本答应23重新开放6年级以上的女子中学，却是在几点钟内底马上来取消。当局表示需要时间，另外来建议符合伊斯兰律法加阿富汗文化的新计划，互真其他的学生加家长真失望。拜六抗议声音不断。 We call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to stand by us and support us, and to raise their voice for the education right of every Afghan girl. 原本这礼拜举行的阿富汗国际关注者会议，无管一定因为塔利班违背伊的承诺，进一步疏远国际社会，而更加困难。伊拉开幕的卡达、多哈论坛，美国也取消原本有定甲塔利班代表举行的会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女权运动者马拉拉认同人权问题是袂用来讲价。 We were hoping that the conversations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but as soon as we heard that girls can't go to school,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hey should not be recognized if they do not recognize the human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 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俄罗斯甲乌克兰新一轮的谈判准备开始啊！有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俄罗斯若亲像会落软的让步，会同意乌克兰加入欧盟。继续关心，七大工业国 G7 已经拒绝用卢布买俄罗斯天然气。德国的代表阁呛声讲，普京已经无退路啊！了解是美国的宾州昨昏因为大风势，致使路边伤骨，有40多台车拢做火，阁有车辆爆炸导火，尚无有造成3个人死亡。中
中国向禁止咱台湾3项果子进口，咱进前有向 WTO 投嘛要求中国爱提出证据。若中国伫会议顶头是表示讲，因为对咱源头的管理有疑虑。即马台东县政府甲咱农委会拢表示讲，欢迎中国亲自来台湾参观一下。主要外销中国的往来设价计上是1日落，对每台斤上100块，落到敢若剩30-40块。有农民了钱，也有人体认讲袂使伤依赖单一的市场。希望政府还是能帮我们找另外一个通路啦，比较多重的选择，我们也比较保险啦。往来设价，恁无做着中国禁止输入，南方14摆向中方要求科学的对话、技术性咨询，对方拢不爱插。已经在25 SPS 委员会例会顶面，搁再提出特定某一关切，要求中国来提出科学的证据，赶紧恢复3项新鲜的水果输入。中方表达对咱国源头管理强化做法依然有疑虑。对此，往来设价主要产地台东官府欢迎中国派人员实际来看咱做了偌济努力。大家在平等对等的这个状况下，也欢迎他们可以到我们台东过来了解一下状况，除虫或是跟那个农药管理的这些东西、这些程序，我们其实都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作业程序。官府表示，往来设价对于采收了到包装、装箱、封柜，拢是一贯化作业，行现代化甲国际化管理的方式。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也欢迎中方来现场看。欢迎我们对岸的这个防疫的这一个人员呢，到现场来看，他会发现台湾的农业生产技术跟我们所有的规范是在世界数一数二的。伫 SPS 委员会例会了后，咱方2搁再主动联络中国，不过对方也无回应。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强调，台湾往来销日本18000活动，拢会使顺利来输销。伫农药、边塘海顶面拢依照进口国家的规范，希望对方即摆应有适当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看，台铁西40多档的复兴号这款火车，今日早起6点，05分对花莲开出尾班车了后，就要正式退休啊。真侪火车的铁道迷一透早就去现场翕相。毕竟也是从以前搭现在的火车嘛，也是有点不舍。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时代的一个结束啊，因为毕竟就是现在新车越来越多啊，然后这种慢车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符合现代人的需求，所以就做一班就来搭一次。台铁嘛有伫花莲站卖复兴号尾班车的纪念车票，一寡较侪前的民众对昨暗就开始咧排队，一时啊就卖了了啊。铁道迷、火车迷嘛有专工到现场去见证历史，甲复兴号翕相。这班复兴号尾班车今日透早6点05分对花莲出发，伫明暝9点58分就会驶到树林站，就会正式退休。另外，台铁德鲁古弄崩坑的事故，特别满1周年。昨暗史上上界严重的第7节甲第8节的车厢是拖起桃园的护工基地保存，未来会用伫台铁员工的教育训练。今日下晡3点的时，交通部长王国材嘛甲家属的代表见面协商。头班车慢慢拉驶，后边还有车盖被护送。看伫咧旁部下骹，就是台铁泰鲁国号意外时阵史上上严重的第7甲第8节车厢。公路总局28案实施交通管制，头班车自任何车站甲这2节车厢运送到桃园的护工基地。但2027年护工的员工训练中心甲事故教育馆启用了，才伫内面展示记着教训。控诉讲伫台铁泰鲁国号事故就要满1年啊，验过到即马，还有5成的受伤者无签和解书。因讲顶礼拜本来要甲交通部长王国材会谈，验过所予伊放混淆。王国材出面回应讲，应该是幕僚伫咧安排时间时阵有定答。我们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他曾经在媒体上面答应，只要是周6周日，他都愿意跟家属面见开会。但是太鲁阁的事件过去了将近1年，伤者也足足求了大1年，他到现在连一面都不愿意见。上个礼拜知道说你们有觉得是要跟我见面很困难，所以我马上请我们同仁也跟你们联系明天下午3点我把时间都留下来，我会倾听大家的声音。王国材讲，今仔日下昼3点会甲受伤代表见面协调，也若受伤者的诉求是叫部长爱履行承诺，面对面沟通，
并且要求代替伫咧做安全改革的时阵，就要设立外部的监督团体，要包括死亡者的家属加受伤代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东的卑南乡初鹿村27出现6个病例，当地卫生局是赶紧伫社区设体检站，结果佫检出新的病例，目前台东加强有8例，而且拢也被找到感染源。那台东县政府嘛已经宣布讲，即马伫台东探病，抑佫一寡活动防疫措施拢会缩严。那清明连假伫要到位，台东的饭店业者是较烦恼讲，疫情会去影响到生意。台东县的疫情搁再举起来，自8早起，初鹿未少村民去快筛站做体检，结果有13个人验出阳性。经过 PCR 采检，有1个人确诊。初鹿目前已经甲1374个人做快筛。另外，28早起，伫关山主治病院嘛有1个附近人确诊。到目前为止，台东县确诊的案例已经增加到8例。卑南的家庭群聚案总共有7位确诊，那么有1位是关山慈济的确诊案例。县府表示，目前8个确诊者拢要找无感染源，其中是增加关山的个案。伫确诊进前的7天，还佫连续伫咧地上咧上课，嘛捌坐火车去台北，拢总扣咧63个人做居家隔离。目前已经加强个案捌去过的所在做消毒。另外，即马传出有1个隔离的确诊者已经有症状出现啊。一旦 PCR 采检是阳性，我们立刻做相关的处置措施。因为确诊的个案小连续增加，台东县政府宣布有按防疫措施，到4月初5进前，县内公司入面连骨塔无开放；4月初10进前，病院甲长照机构禁止探病，行园嘛未开放。另外，8大行业甲夜市啊，会派人加强稽查防疫措施。不过，接下来清明连假可能会冲击台东县的观光旅游。初鹿牧场表示，观光拢有经过快筛的检验，也若园区内底嘛会加强防疫相关的作为。我们会把工厂的部分跟游客的部分再做一些隔离，让我们厂区是更安全的。台东县政府表示，29会伫关山卫生所、甲地上福源自会所设快筛站，呼吁有甲确诊个案行踪定台的民众，都要赶紧去做快筛，阻挡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国内本土疫情阁举起来，台中市政府就随宣布讲，65岁以上的时段，只要想要去注意风险，无论是讲去住第几栋，拢会使领到1000块。基层诊所嘛表示讲，即个好康真正是啥袂少人一早就去登记，这效果袂赖。民众透早来到诊所报到，指名要注莫德纳疫苗，因为台中市政府宣布28开始，65岁以上的长辈，也是原住民55岁以上，只要来注新冠疫苗，无论注第几档，除了会当领到中央的500块礼券，会搁再追加500块的现金，总金额来到1000块，是全台湾上悬的。要来就是大家互相配合政府嘛，较小心的，莫亲戚吧。另外，无分国籍户籍，即马民众只要注第3档疫苗，就会当得到1份福袋，内底是商店的拍折优惠，也有人为着这个福袋出门注射。非常好啊，因为可以保护，然后又可以领奖金，一种鼓励。小确幸就对。对对对。台中市目前的注射率，头1档是87%，第2档是81%，第3档是48%。市府推出奖金，鼓励民众踊跃注射。搁再加上27，全台湾的疫情压悬，本土病例冲到83例，是去年6月27以来第2悬的纪录。诊所表示，民众的危机意识明显提升，早起就接到真侪预约。是因为昨天国内的疫情大爆发，所以民众开始早上柜台的预约的电话就相当的多。于台中市合约院所或指定地点接种第1、2、3剂新冠疫苗，台中市再加码500元现金，为全国最优接种新冠疫苗方案。台中市鼓励大家踊跃接种。长辈注疫苗领1000甲领福袋措施会实施到5月中，也因为清明连假伫要到啊，卫生局呼吁民众赶紧注射，提升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送头，咱镜头来屏东。屏东的往来真出名，而且佫有摕到3项国际认证，品质是1粒1个，真正有挂保证。即马嘛有找到新的销路、新的出路，要销去日本的超级市场。
进前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屏东的往来颠倒找到新销路。即马伫日本的西友超市，就会使直接买到对台湾来的真鲜的往来，而且销去日本的绩效比用过销中国的更加稳定，农民也拢真欢喜。很感谢那个屏东县政府推，就是把这些凤梨，就是鼓励国人，然后多吃凤梨，然后就是推日本。跟大家来宣告一个屏东在整个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里程碑，就是分别得到这个GLOBE 验证以外，也得到 CDEX 包括 SGS 的这样的3个认证，一个是从供应商，一个是从生产商的一个道德规范，包括应有的一个生产责任。我们是台湾第一个有这样3个认证标章。潘平安讲，屏东的往来符合3大国际认证，而且会使直接送到300多间的西友超市，唔免先送到日本的中央市场来运出去卖。这也代表屏东的往来对生产到包装拢符合日本的标准，也确实有拍入国际市场的实力。历年来的销售呢，到日本市场大概1年大概不到1000吨上下。去年屏东的金钻凤梨外销足成长了6倍，高达到6000公吨。我们也特别谢谢稀有公司跟我们的合作，在全国全日本320个超商，直接从我们屏东的凤梨的礼盒直接上架。去年1万多公吨的外销量，日本就占6000吨，今年5万会使拍破纪录。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的西路店有2尊反射将军，守护地方上8档。打印的金身有一寡所在有落差，庙方专赶紧找修复师来斗3工，透过专业的手路甲特殊材料，一end一end豆豆的修复。那修复海去的所在，嘛保留新尊本地的模样。先用红笔画出底座受损的所在，甲补涂烧好一条长搭入标记迄搭，逐步全工夫。这2尊当咧修复的新像是台南西路镇的反射将军，已经有900年的历史。这2尊神像，它最严重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它的彩绘层有起甲跟剥落的状态。那首先我们一进入我们的工作，第一个工作形态就是先把它的所有的彩绘层做加固。金身顶面拢是岁月流落来粉叶，落差必顺的情形真严重。修复新像的美角真济。连布告的湿度拢爱控制，若无原本的土地，可能会氧化真严重。上解困难的是，修复的过程阁爱保留时间伫咧新像留落来历史痕迹，袂当互新像规个变款。福州派表层还会再用土去做修饰，就是泥塑的方式去修饰。那我们在做加固的时候，因为胶有一点湿度，那我们要去控制它的那个湿度，不要让那个土再去翻起来或什么的，这是比较有挑战性。修复师表示，反射将军的修复已经一步一步完成，等待甲金身的目牌甲喙手换新，就会当收尾，送登去西路店，互民众参拜。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山顶学习愈来愈夯，有山顶学习就山顶考试。那清华大学即马是研发出 AI 眼眼所谓监考系统，运用人面的辨识，也佮目睭前的追踪2大技术来防止考生作弊。沙点做大袂晓写，眼神飘来飘去，想要作弊，即马全部拢走袂过，老师的发现。疫情之下，大家拢开始习惯分段学习，加线顶评量。也毋过考试的公平性煞受争议，清华大学研发出 AI 眼眼监考系统，透过人面辨识加眼动追踪技术，就会当精准判断考生敢是咧作弊。他会先依序的话去定位他的视线范围，我们就可以看眼神有没有漂移。那眼神有没有漂移很重要，是因为有可能他旁边就有小抄，或者是说他的旁边有枪手会给他一些答案。那还有呢，就是他有没有直接移开？那这时候就要人脸辨识，看看他是不是考生本人。考试过程一旦发生人面偏移、人面离开、视线移开、甲开启分野等4个状况，系统就会自动累计次数进一步提升考生甲监考情权。有 AI 眼眼的辅助，就算一对较侪班的管期监考，拢毋是问题。同一个画面，它可以就是有20个人。那如果是100人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开5个画面，那可能就是5位助教，他可以全程的看每一个学生他是不是有作弊。
为了避免系统误判产生的问题，未来将由考官定定通用范围。这套系统有假明年启用，主要目的也是希望维持考试的公平性，临时造成考生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中正基剧馆去年重新装修了后，即马是正做当地运动中心，伫昨昏正式启用。这个新的运动中心，毋但有提供民众熟悉运动场所，嘛有高雄头一个无障碍体适能教室，新长者买当免费去使用。做推胸的，就是胸大肌的练习。坐轮椅的民众免换位，就会当训练身躯甲手骨。这就是高雄头一个无障碍体适能教室。有器材，嘛有教练甲课程，已经有真侪新种民众来参加，而且课程拢是免费的。我们轮椅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使用，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大的进步。不然早期我们根本不敢来这个地方。除了很新颖以外，非常友善，不管是在厕所或者是在运动的场域。其实这原底是中正基剧馆，有37年历史，原底已经无啥人使用。经过整修，即马加做零加运动中心，毋但有篮球场、羽球场，阁有全新的健身房。现场有教练，特别有老大人优惠，新旧人士是免费使用。让身障者他们来这边学习到怎么去操作这些体适能的相关的这个设备。那这样的话，学会了，他们就可以到一般的运动中心。那高雄未来的运动中心，每一个都欢迎他们去使用。这几档运动健身真实行，高雄打算要成立13间运动中心，除了利用运动场好好改建，其中5个今年要升起。基剧馆正做运动中心，对面的中正运动场嘛要改造，正做高架公园，两边串联做新的运动园区。记者邓亚文来为做高雄报道。嘉义县沿海地势较低所在，近摆若是落大雨，佮拄着大楼，拢会淹水造成灾情。嘉义布袋东港里最近着趁天气好的时阵，发起社区清水沟的活动，希望唔通佮淹水。百外位社区民众伫里长的号召之下，做伙出来清理社区的水沟啊，那清那找可能积水的所在。希望减少淹水的问题。是地层下陷的关系，海平面升高，所以水排袂出去。本来是排出即摆种变成淹水的所在，所以讲伫水门遐，讲拜托水利署甲设一个简易型的抽水站。县政府表示，社区的排水沟伫治水工程当中虽然上细件，但是嘛是社区排水上重要的单位。希望县内各社区会当参考这个活动，注意社区排水沟的功能。咱社区应该有一寡带头的人，把社区的水沟。尤其在信息之前能够做一个检查跟整理，我想这都有助于整个这个淹水的问题让它可以不至于产生。地流表示，4年前的823山水灾，布袋东港的里面损失真严重。虽然过了几落冬，大家也是有真深的记忆，所以才有百外位里面会来参加。大家拢希望把水沟拼清气，莫让当年淹水的代志搁一摆来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关心乌克兰南部的尼古拉耶夫有一间动物园，内底有收容4000只动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嘛发现讲，内底有一寡动物听到爆炸声会惊，会出现紧张的情绪。严过临时啉药嘛无得煞，所以工作人员全拢留过来继续顾。动物园是要互人看动物的所在。不过，尼古拉耶夫这间乌克兰上大的动物园是收藏一粒大型的密布团。园长讲，这是俄军入侵第3天第一遍炮轰当地所留来历史证据。动物园决定该保存落来。这间动物园有400种4000只野生动物。自从发生战争，附近就一直听到炮声。虽然无人员甲动物伤亡，不过动物拢被惊到。一只美洲豹听到空袭警报时阵，嘴嗨嗨一直喊，压力真大。Ну, безусловно, это стресс. Стресс, когда у нас 27-го ночью здесь буквально в 600 метров от зоопарка был танковый бой. И были выстрелы, сражения, разбитый дом стоит. И, конечно, наши животные очень переживал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зоопарке было темно, они ничего не видели, не понимали,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о... 那动物受影响。惊讲战争河路未通，无法度来上班，有一寡员工规矩搬来园区大，暗时若出状况，会当随处理。Ну и плюс, кроме этого, мы еще и можем, моя жена ветеринар,
и мы имеем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аже в ночное время повлиять в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сторону, если вдруг какая-то ситуация пойдет, если будет какая-то ситуация, которую нужно будет срочно решить в ночное время. 为了动物的安全，动物园捌考虑该搬到较安全的所在。不过因为动物的数量真多，车无够，而且唯一连外道路佫真窄，所以就无搬。即马上百位员工决定继续留伫咧动物园内面，守护这寡无所在通走的动物。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英国人真介意赛马这款运动，也毋过去比赛马仔因职业生命敢若2档至10档，当年拢有差不多7000只的马仔退休。若养较少年的马仔无法度继续比赛，有当时就互安乐死。所以即马有科学家咧研究，要替这退休的马仔开创第2春，互因投入马术治疗。闸门一开去，赛马全力向前冲。英国人真爱赛马运动，也是现代赛马发源地，有各种大大小小比赛。因为竞争激烈，爱训练真侪赛马。一般一只马会当活25到30档，会当走职业赛马时间差不多2年到10年。So racehorses, when they finish their racing careers, and they can finish as young as sort of 3 or 4 years old, they really don't want to be just standing around in fields for the next 20, 30 years. And they're so versatile that I really believe there's a job for 99% of them. 敢若是英国每年就7000只赛马自职业赛退休，有一寡会去参加3项混合马术比赛，有一寡是靠民众休闲骑马，剩的就直接抬死，较好的就安乐死。With thousands of horses leaving train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is traceability, because until we get a handle where all of these horses go, whether that's be to new homes, second careers, into therapy, exported abroad, slaughtered or euthanized, it will simply not be possible to guarantee their welfare. 英国的布里斯托大学研究发现，有一寡退休也过身体也过真好的赛马，经过训练会当成做治疗马，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马术治疗。因怎么伫咧设计一种测试的方法，看是毋是适合做治疗马。I think there's almost a sixth sense with the horse. So with people needing therapy, whether that's mental health or physical disabilities, there seems to be sort of something that gels between a horse and a human. And the growing effectiveness, people have found there's mounting evidence of the benefits to humans of equine-assisted services. We're slightly lacking data on the horse side of things, but people are looking into the impact on the horse as well. And I really think it is something that that we are learning so much and that can be invested in. 科学家甲慈善机关合作，要帮助退休的赛马找第2春，真做治疗马，会当延续马的生命，也当帮助人类。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伫咱台湾水道头准气就有水道水，真方便，水嘛真俗。也毋过伫南美洲有真侪国家有欠水的危机，亲像是智利也有沙拉瓦民众，都要求因的政府把水资源限予全民。那印度嘛有1亿个家庭连水道头拢无，而且有真侪庄卡所在拢啉袂到清气的水。智利伫咧1980年代制定法律，准水私有化，水资源掌握伫咧大企业的手内，民众被迫用正关的价钱买水。这几年气候变迁，智利连续拄着可化，水资源更较欠，国有化的声音愈来愈悬。另外，伫南美洲的委内瑞拉人也真欠水，像可化，因兜已经连续几落个月拢无水，伊家附近几落百户家庭拢是去附近的溪边灌水等去做。Tiempo no tengo agua porque en la casa tengo que venir para acá a cargarla. Las tengo con unos 15 tobitos por 3 días hasta que vuelva otra vez. 伫南亚的大国印度也欠水，倒伫咧东部的莫尼卡，逐工就要行5公里去灌水，总大水啉了，抑个会破病。By drinking this water, we experience a loss of appetite, especially the kids. And after eating, they sometimes reflux and vomit their food. 莫尼卡的情形毋是个案，伫全印度庄卡所在有5成的家庭无清气的饮用水，超过1亿6千万户的家庭厝内无水道头。政府伫3年前开450亿欧元投资基础建设要改善。Parts which are arid, there are parts which are hard to access, there are parts which are quality affected. 印度即马只有6个邦，自来水分布率100%。政府即马要拼伫咧2024年，互庄卡所在每一户家庭拢有自来水。
公司新闻市万玲编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少，甲风面嘛日开炎，水汽会豆豆减少，日时温度会回升，各地会恢复好天稳定的天气。也毋过真紧，明仔载下晡会小可变天，有的所在就会落地渐阵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有30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是12度至2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